近排咧啲天氣咧陰晴不定啊，成日都又好凍啊，突然間又熱啊。我覺得我想喺呢個 podcast 啊，即係留低呢個記錄啊，因為都比較特別嘅一個季節啊。係咯，其實而家都已經差唔多4月尾啦，4月中4月尾啦，都係咁嘅天氣喎。不過今日咧就開始熱翻啦。咁我想講咩咧？其實之前見好多人咧都會某個月份啊，或者某啲嘅季節咧個情緒就會即係特別波動啊。咁咧都喺我哋工作嘅過程入邊都真係常見喎。即係例如早排咧，即係差唔多春天2、3月嗰段時間咧，係爭啲嘅嗰個情況。爭啲意思係咩啊？可能佢哋會易多啲情緒波動，容易多啲話唔開心，容易想接埋自己、收埋自己。咁呢啲咧係叫一啲季節性嘅即係精神即係障礙啦咁樣。但係就當然啦，佢哋嗰種就唔係去到話即係病啊咁樣。但係咧原來情緒咧，我哋都會受住個天氣去影響嘅喎。咁天氣影響係點啊？可以咧多啲去曬下太陽啊。其實通常曬太陽咧就可以解救到好多問題。咁或者食多啲維他命 D 有關嘅嘢啦，咁樣。咁遲啲再講多啲啦。